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伊推动对顶关税政策，二八时是和美国国际贸易法庭做出裁定，讲川普这项政策是违法的。这已经是超过总统的权限啊，所以爱伊随动点。因为川普另外，伊的马子大好家人马斯克嘛是因为不满川普即马减税政策，所以已经对外表示伊要辞掉政府顾问的职务。You know, you think of European Union very friendly, they rip us off. It's so sad to see. 4月初2所谓的解放日，川普伫北京玫瑰园提出这个处方了后，全球经贸陷伫重大乱流。也毋过联邦级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礼拜伫纽约曼哈顿做出裁决，判定川普扣全球关税是违法的。理由是川普政府无权利依据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，对中国扣30%关税，对为墨西哥甲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扣25%关税，参对大多数进入美国的商品扣10%的基准关税。法院也下令予行政部门10日的时间停止相关扣税定数。这项诉讼是由美国几啊间企业甲几啊个州所共同提出。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3位法官伫判决中指出，这种做法会无稳准，毋是因为伊无明智，也是无效，而是因为联邦法律并无允准安尼做。消息传出，各界反应热烈。亚利桑那州众议员史丹顿发文表示欢迎。俄勒冈众议员德克斯托也讲，这是全体劳工家庭的胜利。北京副幕僚长米勒是受气的发文，这场司法争辩已经失控。北京对此已经提出上诉，所以若法律一路行落去，中期尾可能会进入美国最高法院审理。虽然川普本人也未回应，也毋过礼拜一互记者问到，最近美国华尔街有一个流行的话，Taco Trump always check now， 用来考试川普总是临时退休，川普一开始也无啥知影意思。I kick out? Oh, and then I chicken out. I've never heard that. You mean because I reduced China from 145% that I set down to 100 and then down to another number? 了解塔克的意思了后，川普明显当受气，批评记者牙刀贪牛病。6 months ago, this country was stone cold dead. We had a dead country. We had a country people didn't think it was going to survive, and you ask a nasty question like that. It's called negotiation. 除了关税，核心政策互法院全部否定。另外，吹向川普的警方是伊的第一马子马斯克。伫一段阿未播出甲 CBS 电视台的专访中，马斯克直接讲家己已经离开政府部门，并且也对川普的大个税减税计划失望，因为伊毋但会增加联邦赤字，也会使伊降低的政府效率部努力加做小破气。礼拜当互记者问到马斯克的时，川普完全闪避毋讲，只讲伊的大个税法案特别送至参议院，也顺便批评民主党讲因一票也无投，拢是一定歹人。公司新闻洪荣伟编译。